香港盛事雲集，唔少人都會選擇上網買門票，方便快捷。但你又有冇諗過，騙徒都睇準咗呢個機會呢？近年網上購物騙案急升，尤其係門票騙案。單單喺2025年1月至9月，就已經有2150宗門票騙案，累計損失金額高達3200萬元。騙徒會喺社交平台同埋網上購物平台放售門票，一收錢就消失無蹤。記住幾點：第一，唔好貪平，平嘢可能冇好嘢，不過原價或者炒價都唔一定係真，總之要小心。第二，透過官方渠道或者信譽良好平台購票。第三，選擇當面交收，驗清楚門票真偽。網上購物雖然方便，但係買賣雙方都要承受被騙風險。想減低風險，交易前透過警方防騙伺服器或者防騙伺服 App 評估風險，亦可以致電防騙熱線1822查詢。